总统蔡英文推动国造畅水艦，其中导港级顺路艦第一阶段上尾第5隻、第6隻鞍钢艦、萬鋼艦已經完工啊。总统蔡英文今日嘛親身去蘇澳港主持交艦儀式。加军舰是海军首型具备防空能力的小型舰船。现在第一批6艘舰艇全数交舰后，除了取代即将汰除的锦江级舰，提升舰艇的性能，也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执行勤务的时候有更安全的工作环境。在不对称作战中，可以实施蜂群、饱和攻击，是航母杀手。今仔日交艦的鞍钢艦、萬鋼艦，攏有載向2、向3反艦飛彈、海劍2防空飛彈等等，本身就有防空制海的作戰能力，所以这批导港级的顺路艦，嘛，互人讲是航艦殺手。总统蔡英文在致辞的时阵嘛，特别讲到，第一阶段6隻军艦原底2025年才会当完成。不过经过宁德造船甲中科院拍拼来赶工，或者6隻军艦会当提早全部交艦收复大海。